歌羅西第2章，為着恁甲老底嘉人，以及所有還毋捌見着我的人，我愛恁知我偌年在拍拼。我的目的是愛因的心受鼓勵，用聽三結連，通得到豐富的理解力，有充分的確信來曉悟上帝的奧秘，就是基督。上帝的智慧甲知識的一切寶貝，攏蘊藏佇伊內面。我安尼講，是愛恁免互人用花言巧語，甲恁帶入迷路。雖然我人無佇恁遐，心卻甲恁做伙。我看見恁的生活規規矩矩，對基督的信心有堅定，感覺真歡喜。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穌做主，就着甲伊結連來生活，照恁所受的教示，佇伊內面定根，佇伊頂面建立，互信心得到堅固，充滿感謝。着謹慎，毋通互人用空洞虛假的哲學甲恁迷去。因為遐學說是根據人的傳說甲支配宇宙的邪神，毋是基督。因為上帝完整的神性點佇看袂到的基督的形體內面，互恁甲伊結連成做完整。伊是元首，超越一切靈界的統領者甲掌權者。恁嘛已經有接受甲基督連結的割禮，毋是用人的手，是通過基督的割禮。將恁罪性的肉體燙起來，對洗禮，恁有甲基督做伙埋葬；閣對洗禮通過信，互基督對死人中閣活的上帝的大能，互恁嘛甲伊做伙閣活。恁以前因為犯罪，閣肉體無受割禮，已經死。毋過現在上帝已經互恁甲基督做伙閣活，上帝有赦免咱一切的罪過。撤銷對咱不利，閣有法律效力的照顧，甲伊釘佇十字架頂，互伊失效。上帝有解除靈界的統領者甲掌權者的關係，互因佇基督凱旋的行列中做戰犯示眾。所以，毋通佇恁遮守做期、初一也是安息日的問題，互人批判。這個不過是將來的事的影。基督才是實體，毋通受遐個故意假謙卑、拜天使的人影響，互恁失去應得的報賞。遐個人倚靠幻想，照人的想法，無根無據，自誇自大。甲頭，基督斷絕關係，對這個頭，全身軀得到影響，筋甲節互相連接，照上帝的旨意成長。既然恁甲基督做伙死，脫離支配宇宙的邪神，哪要親像俗這世間的人在生活，遵守毋通摕、毋通食、毋通摸這款的禁忌？這個不過是人所做的教規甲教示，用了就無路用。拜天使、假謙卑、甲苦楚身軀，看起來哪親像有智慧，其實對控制肉體的情慾攏無路用。